大家好，我是阿婷，我是 Lucy， 欢迎收看。大家好，欢迎收看。沙罗堂讲生态，我是阿婷，我是芒啊。阮今仔来嘉义的大拿，这边啊有一片足水的顶拿，你敢哪来遮要创啊？顶拿全台湾拢有啊，谁哪要特别走来食？是安尼讲无唔对啦，啊，毋过咱嘉义的这个所在，这片顶拿内底有两个足厉害的人，请伊带咱去找一种足古水的物件，哦，啊，佮有好食的竹笋。有好食，我特别地。好，行，来去。行。好，安遮入去。哦，看到啊。哎，老师，老哥你好。明贤老师是两栖类的专家，20多年以来，拢注心咧守护四脚的生态。信伟兄是嘉义在地经营友善农法的笋农，10多年来，伊的顶拿会当讲是护国的农园。老师，阮今仔日来遮，听讲遮有一种足古水的物件，该当带阮去看。好啊，不过即摆有听到声，但是较晚再看到影。哦，即摆有听到声哦，你讲有听到啥物咧叫？我讲听到车的声。系啊，暂时听到车的声尔。它迄边哦，有一个较哩这种声。哦，就是咱今哩。是要找主角。哦，所以是一种暗示的新闻。啊，啥那特别，老师特别约阮来遮看。因为这是台湾特有的，这是一种四脚，是。伊自古就有啊。因为咱这老一辈拢会下一个足特殊的名啦，叫做河怪。好怪哦。好怪。啥物怪？落雨对怪声，伫遐叫安尼叫河怪安尼啦。嘿，河怪。分嘉南地区特有的河怪，嘛红叫做青叶，就是猪螺树蛤啊。啊，遮有啥物较特别的，当甲阮小解？这甲一般的顶拿有啥物无共款？这我的仓库是做有机的啦，我会做有机嘛是因为接受曾老师因来教阮做保育了，较由农改场来辅导，这个环境应该真适合伊伫遮生活啦。是讲这个四脚伊也无咱这个农友吼，甲斗过，这个四脚可能传伫台湾无去。哦，是安怎？因为伊爱住伫咧树林内底。像咱等下行入去，你会看这树啊吼，甲树啊顶头安尼嵌做伙，足乌的就对啦。啊，当然乌蠓啊嘛侪啦，吼，所以今日大家还有一个什么准备来饲蠓就对啦。啊，这个对，这个是蠓，是蠓啊，交代伊，拢伊的朋友。其实河怪是台湾特有的对无？啊，但是要顾四脚的农友嘛是台湾特有的啊。伊若无顾这四脚，我讲乌有去。哦。为着顾这个四脚，顾这个河怪吼，所做的迄个环境的改变，有捞专工捞水窟啦，啊，这个四脚来生团，咱来行，来看吼。今晚要带恁来看是算为做的水窟啦，哦，要啊，迄个河怪放两个山房，哦，这是因的山房哦，对，哦，做大窟的。阮做这个窟啦吼，伊的水较有法度维持一个管道。所以顶头的这挂是够严吗？这吼，等下来讲为什么要看挂？哦，我会看迄个站帮吼，就是不爱互鸟仔来食毒管啊。哦，所以是调够严的。啊，有诶嘛会使用迄个阮剁落来无要爱的竹机吼，家己炸咧。哦。要互伊加活挂。莫互伊只好去互发现就对啊。对。啊，这个想法是阮这几年和农友探讨出来讲吼，有当时啊有诶园区因为伊较爱打伤啦，笋仔诶品质诶净化的问题啦。我就讲啊，无你留一窟啦，啊，这个窟啦简单，就是帆布，啊，搁挖一个浅浅的水位，超23公分安尼。哦，会水位啊边啊吼，用这叶啊、甲土甲围咧，哈，这个河怪吼会当放卵。放卵淡只。放卵。啊，伊也讲落雨，也是毒管啊，生出来了伊就尿啊，落去水底，啊，落去水底会大只。啊，即阵拄好看起来拢是小鱼花迄类的啦。毒管。所以你会用想讲有留一群吼，园区内底其他的四角嘛会当用。啊，遮嘛有迄个。咱讲的迄个长蛤啊、泽蛙啦，即类拢会来用，甚至北区阁有迄个面天树啊，来用。所以
即群变做是大家啊做伙来即个种托婴中心吼，照顾囡仔联合国的哦。啊，所以一般的乌这有啥物美感？无啦，阮差不多一百，即区乌了较长一点嘛，哎呀，较大区了，互伊更较济。哦，无是大部分是拢100公分就好啊，哎，啊深度毋免伤悬啦，40-50公分，互底水有当20-30安尼就好啊。这逐空是拢有啊，但是阮一群的小我无共呢。这个另外一种，对吧？这黑蒙西式小雨蛙的蝌蚪。哦，金金的迄是吧？一种小雨蛙，所以下后一窟水吼，做侪世界拢会当来用。啊，所以头拄仔像你讲这，就是即摆有人讲树蛤啊，咱台湾有5种青色的对无？嘿，对。啊，像这侏罗这种，伊是毋免做树顶的是无？袂足悬，伊伫个暗头啊吼，伫遐叫嘛，啊刚才叫因某会去甲带落来了，伊就拢来这个浅水啊遮来放卵，放那个卵。恁看到啥物？我要互你看，你惊上班啊啦？阮看到无简单的物件咯。哦，出现啊！对。啊，这就是咱树蛤仔拍的迄2波，啊，这波吼，正话讲伊嘛是即间伊才看到，所以可能是这2日啊咯。新鲜的哦。来遮拍的。所以伊就真正是安尼树叶啊砍咧，伊就会好势啊。对，啊，伊淡薄仔歹势，佫无遐歹势，所以伊砍无讲介嚼。有砍到啊？有砍到。哦。啊，这可能过2工啊，就开始有迄个大管仔仔吼会走入来。啊，伊就直接拖，伊直接大汉。所以即马只愈啊差不多18工左右啦。哦，所以伊的卵18工就会使。伊就毋是变做蝌蚪的18工，会变做4脚囝走出来。18工，足紧的呢。18工足紧，你啊，因为18工足紧的，你若无维持有水，对啊，无得。你无去啊？安尼卵咧，伊的恁卵内底会偌久？卵内底然后2-3工就走出来。哦，足紧。嘿。哦，所以咱找着卵算嘛是无简单的。嘛是足好运的呢。啊，讲过明仔后日，你就看迄卵内底有迄尿洞，尿洞都已经就开始要走出来。老师，我有问题，啊，这大龟仔就住咧食，安尼看起来，毋知伊要食啥呢？这大龟仔是食啥物大汉的？其实伊这叶啊拄仔会烂吼，啊烂伊顶悬就青地，啊伊的喙齿伫咧下骹，所以伊也真正巴肚枵想要食，可能就是挂迄个叶啊顶悬，就青地。啊，但是咱认真讲，有当时啊，伊的绝对迄个变化的迄个时间18工，无你讲伊就枵甲伊变态安尼尔。哦，因为安尼买晒。会使，你若讲像咱恁伫北部较食惯的台北也是翡翠也是末市，较凉冷的所在，伊甚至大管仔就无爱大汉啊，伊就用大管仔过冬啊，水底较温暖嘛，所以伊的大管仔甚至会当2-3个月以上哦。啊，但是这种的袂使，这种会当伫大顶生大，所以伊较紧走。会当较紧的。伊爱伫水窟啊打伊进前，伊就爱大汉啊。对。无伊就打咧内底啊。所以阮嘛咧想讲，有可能伊若无啥物爱食物件啦。哦。伊就甲因变态啊，甲因变做其他囝，甲因走。哦，真注意呢。像伊遐，你敢有因为开始营造遮个土地，看到拄侪你以前细汉无看过物件？以前袂观察啦，以前看到绿色的，嘛毋知影迄就是咱即摆伫保育的即款的。咱遮老一辈会讲吼，看到这好怪目睭遮大蕊吼，会甲吞落过目睭。哦，真诶哦。嘿，到这辈10岁以上遐你有呢？过目睭诶。过目睭吗？即摆无人敢食啊。这即摆在食大蕊就去，即摆这食落有淡薄仔贵哦。30万。嘿，30万哦，有淡薄仔贵哦。唔通哦。啊，所以咱头拄仔看遐济大官仔，啊，即摆该当带人去看因大汉的戏。爱搁等者啦，即摆搁日头搁赤洋洋。哦，爱搁等者。较晚吼，暗头啊，伊就会出来叫啊。暗头啊。无因拢啥物时阵咧叫？咱啊食饭饱就来，啊无啦，日头落山啦，无迄个光线的时阵，
哦，好了解。老师说因拢有身体家己有时钟咧控制。你若叫会忝，你知道？叫个喙搭，好是安尼。因为叫是一种，安尼叫做运动啊。咱若较暗嘛来看吼，伊叫的时，规身躯拢爱出力。啊，你就算讲你练重训哦，你嘛有可能超。哦，对啦，我可以给你超。嗯，啊，这个继续超安尼。哦，爱休困啊，爱休困。对啊，对啊。即马天暗嘛，就入来内底听到足侪声。咱即马听到这个声拢共的，哦，基本上共的在叫声去吸引某的嘛，吼。啊，咱遮户怪有一个较特殊的行为，就是伊会扣做伙叫，袂出合唱团安尼哦。所以咱安尼等下是听声去找着伊吗？对，啊，咱找共的较好找因会叫嘛，啊，某的袂叫安怎？目睭摕较紧的。哦，安尼我等下爱听下去。我可以去读者。啊，共迄头3公分左右，某的吼，你会看，佫较巴肚佫较白，啊，佫较大只，迄就某的。哦，啊，刚刚因为叫伊的红龟吼，会较灵啦，这个朋友较灵，伊会摕大红龟嘛，啊，分气球，啊，某的就无，某的就是安尼较斯文啦。好啊好啊，老师我做想要进来看好啊，行，来者，进来看。这声足响的呢。对，啊，你爱看顶下看下骹。系啊，我嘛想要问，一般咱找四脚啊，拢会找这种涂骹的所在。啊，找今仔日户怪，敢是嘛是看涂骹？户怪伊也讲诶，基本上是像我这叫啦。不过伊也有某的时吼，伊有当较低啦，有当来涂骹这边，所以咱就顶悬树顶顶的骹，甲树顶的，树顶顶悬甲树顶下拢爱找。哦，啊，来找者吼。我听到头前遐有声了。对啊，吼，足好做啦，介大声。足大声，我看到伊。咱即马遮有一只在叫，你有看到啊？系啊，你有看到？伫迄个所在。哦，有咧。哦，伊迄鸡龟足大个呢。哎呀，伊暗龟又够明显的。所以竖开甲吐开拢会有声吗？对，啊，所以伊个竖开了，要耳汤紧起来，啊，空气毋则袂走哦，鼻仔则袂漏开。所以鼻仔会关起来咧。哦，伊这个时阵吼，拢就是爱靠伊的迄个巴肚的这个肉吼，接伊的肺部的空气，啊，接来接对暗龟去，啊，再个灌入来，安尼来叫。因为骹的这个是甲一般你涂骹跳的四脚啊无啥共。伊的手指头甲脚趾头的尾啊吼，有迄个碰大迄个咱讲吸盘，吸盘咱甲摸会黏黏，哦，啊黏黏是伊个这个黏性吼，黏想啊吼，甲大地吼吸伫迄壁顶悬，即个甲即个地讲顶悬哦。你看伊安尼是倒头栽的，对啊，哦，啊为啥物倒头栽？咱顺利的目睭看落去，够咧。这一对拄啊好，已经夹对啊！啊，你袂赴啊啦！看会着，食袂着啊！真诶。啊，即摆就是等因看要去倒位放人啦。哦，所以妈妈即摆有咧找。伊个感应啊，伊感应迄个湿气啦。我想吼，佫无偌久，伊也跳，找着较适合的所在，伊就当放人。啊，这就是每当讲咱早起有啥讲爱做迄水窟啦。因为咱除了即地吼是较有水以外，有诶较大松诶。较大的这个产能，就需要有去困，伊才去找啊，找着有水，啊，佫有叶啊，可以咱扛，啊，就再遐放咧。哦。啊，无伊爱排黄的，啊排少远，啊排少远排开讲，伊的能一定要出来啊。哦。伊就凊彩找所在放一盆人。哦。啊，迄种经营可能2、3工啊，上大了，都无效啊。哇，规个拢死去，系啊。所以讲，咱讲好怪济是济，但是伊毋是逐届吼。甲队拢会当成功哦。咱问题袂歹呢。有当时啊，阮调查久吼，来10届嘛，无看到1届。真诶。咱今真正足好运的。等下咱去买运彩啊，乐透安尼。哎，今日看这好怪，看了有欢喜无？有啊。有哦。头一届看到看遮侪只。对啊，品业好稳。毋是，安尼就春拄山呢。搁爱做工课就对啊。对，你还对算为挂孙啊。请问一下。爱对算为挂孙啊。阮较拄啊，伫内底看啊足痛的咧。多谢恁有好好啊，甲因照顾，佮甲因做遮个3棒。啊，之前咱搁继续补这4脚。啊，所以等下是
想问遐要带阮去？我带恁来过孙啊。哦，要挂孙仔咧？好，桥头舞甲迄个有好，有啊，有啦，会使。会使啊。啊，你交代任务下伊嘛吼。好，安尼我今日就到遮。哦，老师要先走是吧？我先来去哈。老师谢谢。多谢多谢，说吧。老师再会。啊，咱两个去用交代互大哥啊了。对啊，有淡薄仔期待，佮有淡薄仔惊吓。嘿，有一点仔紧张咧，咱等下到底要创啥哈？咱来准备工具啊，就来迪卡，咱来挂孙啊。哦。哦，哦，大家你好。厉害！哇哦，哇，这我都水诶。孙啊比我的脚骨更较大只呢。啊，这站来敢会当食？诶，这孙啊嘛在食。嘛是会你敢若想到这尔？啊无咧。哦，两个就落来呢。系啊。哇，好水呢。无，这无算水。这无算水咱。过来找咱这多起手。恁两个翁仔某头壳内底是毋是有这片遮大片的电脑的地图记喺头壳内底啊？我当然我恁是毋是这帮有做做什么型的拢？大约嘿，啊，绝对已经用过来。好，你问，喂，竟然是为安尼吐的吗？我叫是救回来呢。对啦。啊，点咧，但系啊，大啦好落去。我你出条看嘛，看来就。哎呦，有呢，有迄是足脆足脆呢。过来，啊，你个船那个时候好去啊。啊，这袂使啊，搁这边搁哎，哦，我这边真的哦，来，我。伊其实做来，这拍太滚的哦，莫看伊安尼三尾巴哦，嗯，你迄个皮过去了，系啊，皮甲有落啊有啊有啊，过头去，过头去，哦，也出水呢，安尼嘛，会害我挂了足歹。没了，爱几分？差不多去找。你爱讲实话哦。老师很爽，拍都快的。什么感觉？辛苦背管安尼，那有，北等，我你讲，辛苦尔，辛苦，啦我。想讲，应该要做辛苦的。系啊，好，安尼恁先来，阮来去。安尼恁来去，无要紧，恁看恁要停留到当时，啊，阮对包卫生啦。好，好，好不好？辛苦啊，辛苦啊，好，感谢恁，甲恁责走。这是家己来的好食的笋啊，就食笋啊汤，足甜的对。还有笋啊炒香菇，就好吃嘛，就甜。对啊，香菇炒竹笋，香蕉。香。我有两只香橙啊，我就想要你们啦。好食好食，赞赞赞！